台南是美食之都，更出产各种优质农特产。台糖中央酒店为了协助农民推广行销，特别发挥创意卡司，将各种台南在地食材融入去巧克力的口味当中。口味包含梅岭梅啊、客家蒜头，就连豆乳嘛大胆加入。到底好食不好食，就让民众家己试看卖。啊，没办法，真的呢。看它的味，它有什么？哎呀，咸咸的，知道里面已经咸咸的，哦，越里面越好吃。我觉得蛮好吃，可是我吃不出来里面是什么，它里面是焦糖啊。那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什么口味？好，豆腐乳。好像有有哈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在研究如何让这个巧克力变成在地国际化。那如果把这个台湾这个丰富的在地的农业的食材融合进去，那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开始在研究里面，第一个蛮特色的，就是说这个豆腐乳的巧克力，大家可能不相信，这是用豆腐乳去做出来。豆腐乳当时我们在研究的时候，都把它融合进去，说从找出台湾的豆腐乳，再把豆泥把它搅成泥状，然后融了黑巧克力，加上浓的鲜奶油进去，然后做成了这个，尤其外表亮亮丽。那我想这个今年推出这个是第一款，这个那第一个我们推出那个青柠檬小粒，让年轻人吃起来我比较特殊的清香的。2月10日就是情人节。台糖中央酒店赶伫咧节日进前推出这个创意又搁好食巧克力口味，就希望让受到礼物的人感觉到特别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